修行，也伫上帝的厅堂内底得到照顾。虽然咱人讲，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确实有影是安尼。所以咱也看到地球哪来哪热，甚至科学家伫迄个所在讲一样代志，地球袂堪这个-2度的温度。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上帝应允拢伫咧。问题是咱怎样甲上帝三甲做伙同工？因为伊袂当违背伊家己的信息，总是伊也有愿用疼痛甲咱三甲同在。今仔日咱会当来到上帝的殿中，也是出伫伊的疼痛。咱要三甲做伙甲主同行。用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活命，疼惜地球，尊荣上帝的百姓，彼此相疼，因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互咱真正是对着心内底切实彼此相疼。咱为着咱教会承受这款疼的使命甲恩典来感谢，继续来伫主面前恳求，主你来路永远。互阮成做一个疼的教会，伫祈祷当中，甲上帝你三甲同工，用阮一生的年日来见证上帝你的疼。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你的疼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互阮伫主你的内面，会通照你的心意来行。你是主，是上帝，伫一切事上保守帮助阮。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主爱到永远拢无变。你要扶持，你要坚固阮的心，阮的心。当阮今日来到伫主你的殿中，主啊，也是表明阮对着你的疼痛。阮虽然亲像遮尔细、微细的人，但你却是对天顶观看、照顾、保护、引带阮。耶和华，阮的上帝啊，阮仰望你的疼痛。阮恳求你赐恩伫阮的身上，带阮，互我会当行伫上帝你定着的道路内底。我的上帝，我的主，互阮伫你的面前，阮是诚侪一个有能力来更新、来改变、付出气力、经验、智慧，会通来做成上帝你所欢喜的工。主啊，保守阮，互阮伫外壳的起坐是好的，也搁较是引带阮、帮助阮，互阮内面是甲主你同工。因为内面的纯正，才是真正的纯正。上帝啊，愿你赦免，愿你怜悯，愿你更新阮，愿你路永远，叫阮伫这个地面上，逐项物件伫毁害的时刻，主啊，互阮会通对你来得到更新，亲像你所讲的。阮的外口一天一天咧毁害，但求主帮助我，赐恩伫阮，保守引带阮，互阮内面是一天一天的更新，也知影阮倒转到伫上帝你的国，迄个日子也是愈来愈近。趁着我抑阁有今仔日的机会，会晓用心来听，用心来侍奉，用灵甲主你相同行。主啊，互阮的心心灵。阮一生的年日是诚侪上帝你手中通使用圣洁的器具，当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至圣的主上帝，你亲自赐恩伫阮的身上，感谢主赐福看顾过去一礼拜的平安，伫你的照顾下面，所有一切会通互阮到伫如今，也拢得到帮助，互阮会通认捌。互阮会通经历，你是以变以谢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尾，你的信息之外一直拢伫咧。主啊，怜悯阮，保守阮，帮助阮，伫阮遮尔啊软弱，伫阮遮尔啊败坏的日子，总是主，互阮会通回头倒转来，跟对你来行，仰望你的慈爱，通叫阮对着软弱中，成做刚强。对着失望当中，对你来得到盼望，
互阮伫毋知要怎样来拍算人生的时阵，主互阮会通找到活命真理的光，互阮会通对着人的道理，进入到上帝你的真理，叫阮的年日诚做上帝你的欢喜。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来，请江文兄来报告。感谢上帝听众，我咱将这个所在三角组织。阿门。我要叫报告，我这酒报也要起来，我唔知要哪报告啦。感谢主。今仔日12月7日下午1点，伫教会3楼召开礼拜堂修宪会议，请修宪小组成员注意时间出席。第二，11月7号礼拜日。教会举办秋季半日游，地点高雄大公山一线天。当日下午1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暗顿回程了，伫暗顿了回程，费用每人400块，包括暗顿保险。请到招待岛报名缴费，今仔日报名截止。另外一点补充，请中青兄弟特别注意。11月7日早时啊6点50有报名参加一日游的兄弟，伫6点50伫教会集合，到7点准时出发。第三，11月23礼拜日将举行年度即时改选，候选名单已经大致公布啦，请各位兄弟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阿门。第四，12月21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接受洗礼者，请向牧职同工报名。第五，教会赠送2026年年度月历，每一个家庭做一个单位赠送一本。请有需要的家庭，伫主日崇拜了到招待岛登记领取。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下面咱请敬拜团。阿说平安，平安，真欢喜看到你，讲一摆。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感谢上帝，我讲一个，啊，即个人甲咱讲安尼，甲隔壁人讲，咱同心用虔诚的心敬拜咱的主。咱同心用虔诚的心敬拜咱的主。下面的时间你咱个把酒客客。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公，只想我的主，当作人赢。现在，
上帝接替替咱的全新的敬拜，对伊的虔诚的心，奉献咱的心伫伊的面前。主啊，你伫个圣会，伫你圣殿宝座当中，会让你正百姓的祈祷，你面前的敬拜。我的主，现在，我心来尊重，我心情在你的光，极限我，细声来游。做伙吟用细声来听，我心虔诚来尊重，我心甜在对你因果，对咱的心，咱来唱细声，甲咱的心讲，圣在，圣在。现在，现在，我心虔诚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因果，只剩我的主，唱嘛我。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互你，用全心爱了你，也想手敬拜你，轻轻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吻你。对头来，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予你，用全心爱了你，也想手敬拜你，轻轻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吻你，求我，请管我，予我能力万有，求我，给尽我，连心我，求我，主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你，我的灵该有你，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予你，用全心爱了你，也想手敬拜你，轻轻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吻你，将我，将爱我，予我能力万有，将我，给尽我，连心我，将我，主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你笑满我，笑满我，照看我，予我能力万有，笑满我，给尽我，连心我，笑满我，主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起你。咱来祈祷。这诗歌就是我的祈祷。主啊，充满我，管压我，
互我伫内面充满你圣灵的恩典，因带我伫你面前做你所欢喜的代志。搁有伫圣灵伫我内面做引带，互我真清楚会当明辨是非，会当有好的行踏。上帝啊，来每一日拢需要你，我每一时刻拢需要你，无偏离左右。因为听起上帝你安尼讲，这是正路，就爱行伫当中。多谢你会时时的提醒，多谢你时时牵阮逐个人的手向前行，行伫正路内面。主啊，阮安尼祈祷，伫你面前愿你垂听，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交换我，互我灵的满盈，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互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你。充满我，浇灌我，互我灵的满盈，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互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你。咱要讲我一生，我一世。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你。等候上帝充满咱到快乐行出迄个疼，阿门。咱来唱《爱之歌》，哈利路亚，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吟这首《爱之歌》。
一生好你传。主天传扬你公义，全地人声音，别大声到最干净，基督大的心。我要追求你所爱，敬拜大自在，原地的门已经开，彩过一条开。我要亲像你的名，快乐在心内，连把你愿变伟大，心安稳自在。我要照亮你的爱，燃着你同在，为着你荣耀生命，真光传行。阮往春他你的你，家门家给你，阿弥无困难安你，心灵的归期。好，我要看主的名，不想到永远，了连的我抓住好难，一生就安乐。感谢上帝厚厚的恩典，感谢伊将迄个稳定、救赎的稳定献出咱每一个。哈利路亚！咱来回应伊，讲主，你这疼我，我也要行到你所引带我的正路。奉着主引带咱每一人的脚步，阿门。来行路，行天路。看叫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看叫天甲我了全保护，假使我硬硬听必是正，让我搭你对手你改变。看叫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看叫你甲我大脚保护，假使我硬硬听必是正，让我搭你对手你改变。咱来祈祷，每次咱有人所挂念的厝内面还未信主的，咱的厝边、咱的隔壁是远的所在，是近近的所在，咱提名来为咱心中，为着加做咱的福音朋友，无论是什么人，咱坐下来为伊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都有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人，还没有相信你。是啊，说啊，厝边伫隔壁内面，是阮厝内面的人，还佫有欠缺明白你的稳定甲智慧的，求你是阮的面，为了我厝内面的每一个人，还未信靠你的，是啊，无论是你就是你是。主要是哥哥或是嫂嫂，主要你都晓得用怎样，为你来的面因传，你们出来面，那边信靠你，明白你的，主你有你奇妙的作为，你有奇妙作为，你的灵会当甲人提醒，会当人甲人讲，让阮的祈祷，将人的名提伫你面前，你验定阮的心，验定阮的心，你着有咱做成阮心中所负担的代志，互每一人会当回应你，会当有听见好消息。会当有机会来过一信靠，上帝啊，福音传伫阮厝边，传伫阮家己内面的人，也传伫四周围，甚至到远远的所在，拢需要这份
美好的机会，天国应许的礼物，由你互我安尼来，这些是歌所吟唱的，也就是阮的恳求，也就是阮的祈祷。来，我求主你助我脚步，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恳求你助我个保护，若是我偏偏强必是正，让我大力追求你改变，好我你恶行中最坚定，追求灵魂心中的人，这是我一生的你再一摆恳求。困求主你助我脚步，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恳求你助我个保护，若是我偏偏强必是正，让我让你追求你改变，好我的恶行中最坚定，追求灵魂心中的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望，追求。追求灵魂心中的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望。天父上帝，你会听，永远会听。伫阮要做罪人的时阵，你就怜悯阮，替阮上到十字架顶，担当阮的罪孽，受鞭挞、受刑罚，代替阮应该承受这一切罪恶代价。祝阮今日真侪好顶的人，伫你的恩典内面受照顾。我们感谢你，所以阮将家己放伫主你的手中，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求你搁再一届更新阮，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唔通对阮收回你的圣灵，求你搁再一届加添，互阮的灵魂体伫主你的救赎内底，因着基督所流的血，因为基督为阮拍破的身躯，主，阮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无搁再为着家己来活，是为你来活。为你来听痛，互主你的心意成就伫阮的心上，互阮真侪光灯，互阮照明黑暗，互阮果然真侪这个地面上上帝你所录用的见证人。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一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请坐。请咱继续用上帝话来做启应。启应文伫遮个第44篇，我启兄做来用，学的时阵咱三角人齐来读。
阮所传的有啥物人来信呢？摇花的手骨向显露呢？伊伫野花面前生长，亲像剪的芽。像紧出伫大地。伊无工行美容，阮看见伊的时阵，也无美貌，互阮羡慕伊。伊受藐视，互人厌弃。多受痛苦，伤经忧患。伊受藐视，亲像互人厌面无看共款。阮也无尊重伊。伊诚然担当咱的忧患，背负咱的痛苦。咱却掠做伊受责罚，受上帝极大苦待了。哪会知伊是为咱的过犯受害？为咱的罪孽压伤。因伊受的刑罚，互咱得平安。因伊受的鞭伤，咱得医治。咱拢亲像羊行袂路，逐人偏行家己的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伊压伤，互伊受痛苦。耶和华掠伊做赎罪祭。伊将命倾倒，直到死。伊也受列伫罪犯当中。伊却担当一切人的罪，各为罪犯代求。阿门。没时间，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听惜公音的智慧的人。咱请同齐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同齐来上读以有所书5章8节到20节，以及哥罗西书4章50节到6节，同齐做伙来上读，请。早前恁是暗昧的，但如今伫主的内面是光明的。做代志做人，就亲像光明的主路。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着爱测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迄个暗昧无利益的代志，毋通甲人同行。颠倒爱责备做这的代志的人，因为因暗中所行的，就是讲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受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当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讲，你这困去的人，着醒过来，对死里搁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恁着爱谨慎做事，毋通亲像戆昧人，着亲像智慧人，爱听惜公音，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毋通做糊涂人，爱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毋通醉酒，酒醉会当互人放荡，乃是爱受圣灵充满，着用诗章、上词、灵歌彼此对讲。靠唱心和的俄罗主，凡事爱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爸上帝。恁着爱听惜公音，用智慧甲外人交往。恁的言语爱常常带着和气，亲像用盐调和，就通知影怎样回答别人。阿免。搁再一届，咱来祈祷。天父上帝，伫这个神圣的时刻，恳求搁再一届，照你所应允的，对着祭坛顶硬一块火炭，放伫传讲的人的喙齿，互伊的喙齿得到洁净。主搁恳求你，
亲自传讲的人深受割礼，所以会当传讲上帝你正确的言语，也将着这个恩典祝福伫阮所有亲爱兄弟姊妹，主通叫阮会通三甲同心，受圣灵的引带甲教示，通互阮的年日伫主你的面前诚侪圣洁，互主所录用。也因为安尼，阮所以甲主三甲同得荣光，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圣灵的引带。圣灵啊，圣灵啊，圣灵啊，恳求来教示阮，恳求甲阮同在，恳求来引带阮，加添阮心神的开力，互阮听会明白。照着去行，就伫所行的事上大得祝福甲恩典。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虽然真侪时阵，古早咱会讲感觉足无聊的。但是今仔日的时代内底，咱改成真困难，感觉无聊。无聊的时阵真侪人因着会做一个代志，就是定定去飞手机啊，一直飞一直飞安尼，就是飞到尾的时阵，嘛是感觉足无聊。但是嘛是共款，佮继续甲飞落去安尼。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有真侪代志，就是安尼咧经过。总是呢，咱求上帝保守帮助咱。互咱会通知影怎样甲主三甲同工，通过上帝伫咱活命内底的美好甲引带，叫咱一生的年日诚做上帝的欢喜。伊是后花，伊是上帝，伊会保守，伊会看顾。所以咱伫今仔日三甲做伙来思考，怎样甲上帝三甲同工。圣经内底甲咱提醒，愚妄人啥物话拢总信，通达的人步步拢谨慎。进前的时阵，有一个人，伊甲我讲一个讲牧师，最近有一个软体，就是一个听色。迄个听色设计，你只要甲一个人，甲几个角色的相片，你甲伊放落去，了后你写一个剧本，了后迄个故事迄个电脑 AI 就会甲你人工智能，就会甲你迄个人比如讲牧师、牧师娘中间仔来好做就安尼甲伊放入去，了后写一个故事，个故事就会开始迄个软体就会开始甲你拍做一部电影。你若个甲伊写讲英乐路一段107号，安尼礼拜长完会走出来。你若讲的话又拢会写。但是迄个代志对头到落尾拢无发生过。但是伊会甲你拍做电影。我就想讲这足恐怖的，你敢知影？迄万不离你若要甲我诬赖你就凊彩写一个物件，就甲撸起，就变做一个迄号做犯罪事实。但是迄无影的代志啊！所以你会看见咱的世界内底变做实在毋知要安怎讲即个物件。所以圣经内底讲咱伫活命当中爱非常的斟酌。愚妄的人，逐句话拢总相信，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伊会逐步拢真谨慎。即摆时代内底特别伫手机顶悬，有真侪物件你拢会甲伊录，你也听起来的时阵感觉不知真有道理。亲像过去的时阵我也听到一个讲你要安怎？你若看到别人对你无好，你就爱10倍甲伊倾倒转去，毋通互你的良善成做别人吞大你的器具。特别对着你身边的人，佫较是安尼。即句话听起来敢无足公义、足正直的对无？别人对咱歹，咱嘛爱对伊歹。佫爱加倍甲伊奉行。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人食人的世界，你若软正。啥物人会当替你出头呢？所以就爱安怎加倍奉行倒转去。亲爱兄弟姊妹，即个话听起来安怎真符合人性。但是基督徒毋是安尼。圣经来甲咱讲的代志是讲，
咱会当听，会当明白，特别对着咱身边的人，咱着爱会晓得顺探上帝的心意。咱要怎样疼惜厝边，亲像疼惜家己同款。所以，咱会看到这个世代内底有一寡叫做毒鸡汤，迄偏起来看起来真芳真好啉，但是啉落去的时阵到落尾咱就中毒。这个毒鸡汤内底，伊是伫时代的经验，亲像听起来真袂歹，但是实际上甲圣经是完全无符合的。总是伊适合用伫人生活系统，但是咱毋单单是人，咱更加是上帝后生查某囝，所以咱爱听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是真正的药汤。咱毋是干那啉遐偏起来、芳芳，听起来，互人感觉真爽、真舒适的话语呢尔。咱是真正用上帝的话咧更新咱的活命、咱的日子。即有的时阵，上帝所讲的话，咱听起来真无合，但是实际上，上帝的话语亲像药汤共款，良药苦口利于病。咱要真正医治咱的灵魂体，的确就爱照上帝的话语来行。智慧的人，伊会惊，伊就远离逐样的歹代。但是愚妄人就讲，这有啥好惊的？我才无咧惊咧。上帝讲的话，对着咱逐句都是会事实、会应验的代志。但是真侪人讲有上帝啊，上帝伫倒位啊？你互我看，亲爱兄弟姊妹，毋是无上帝。乃是上帝，咱需要用心灵去甲伊经验。咱目睭看会到，咱耳孔听会到，咱的嘴会讲话，但是咱袂用耳孔来讲话，咱袂用嘴来看。所以要经验一个物件，咱必须要用着的器官去经验迄个物件，才有法度真正，互咱对迄个物件有正确的认捌。同款，上帝是灵，超越伫咱肉体以上，毋是讲肉体毋对，上帝是更较重要的，是管理咱灵的迄个灵，是引带咱的灵的迄个灵。所以，咱需要伫灵内底，甲上帝三亲三好，恳求的引带甲伊的同在，就亲像牧师娘带咱所吟唱的。互主的灵来引带咱的灵，互主的灵来充满咱的灵，咱才有法度去更新。圣经甲咱讲，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讲，古早的时阵，咱是暗昧的。什么是暗昧呢？暗昧的代志，毋是伫迄个所在讲到是黑暗的这个代志呢。暗昧这样代志，阁有另外一个代志。一个提醒，就是伊的活命内底是一个互人看袂到的。人生的内底有真侪这暗昧，过去毋知罪恶、自我中心，甲上帝的隔绝，即款或者暗昧。伊行伫罪恶内底，伊毋知影这是毋对的，伊掠家己做自我中心。有一个人叫做曾阳晴。曾阳晴这位，伊是一个色情文学的作家，伊写真侪色情的册，也伫网络顶面设立这个色情的网站，并且伊对着伊家己讲：我将来绝对袂结婚，我嘛因为结婚就干那会当和一个人发生关系尔，所以伊讲伊绝对无爱结婚。了后伊讲伊嘛无爱生囝。因为感觉生囝歹饲，佫会限制家己的生活。但是当伊到即款的生活内底，伊愈过愈惊吓，伊愈过愈艰苦，伊愈过愈感觉讲，人生若是安尼，甲动物有啥物无共款呢？只不过是干那随从着欲望、身体咧行，所以伊伫当中愈来愈感觉活命无应该是安尼，伊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去思考。安尼人活着到底是为着要做啥物货？以后的时阵，有人甲伊传福音，
伊伫迄个所在认捌上帝，伊伫迄个所在知影原来性是上帝所赏赐互人神圣的礼物，透过性的关系，人共同负起活命的责任，也甲上帝参与伫活命创造甲延续，并且照主的心意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伊对安尼了后，伊明白上帝对着伊的疼，伊的活命改变过来，伊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伊信主，伊一世界去，人来分享上帝的疼痛甲关怀。真侪沉迷伫色情，也是因为色情成做一个瘾，网络成瘾、色情成瘾，即款的人，因伫迄个所在。真实去认捌到上帝对着伊的疼痛，所以伊无认捌上帝进前，伊掠家己做中心。总是当伊认捌上帝了后，伊开始对着上帝活命有一个新的更新。暗昧这个代志，伊是讲历史当中，圣经讲，你唔通，咱看伫这个所在讲啥？讲唔通这。第11节讲，迄暗昧无利益的代志，唔通甲人共款安尼行。所以有这代志，伊就伫迄个所在讲，伫暗昧的代志是指着上帝的启示，甲对着人的责任，伫迄个所在无在意，并且活伫邪恶甲无道德当中，以及伊所来伫当中，人对着伊提醒圣灵，对着伊启示。将来地狱的痛苦，即款因无去听、无去行、无去做，伊的暗昧毋是干那讲现此时看袂到，伊是明明看会到，也了解，也明白，会当思考，但是安怎拒绝毋接受。所以圣经对着咱一个提醒讲，迄个代志爱斟酌，因为这个代志将来伫上帝面前。来受审判的时阵，也是无法度，互人伫迄个所在勇敢去接受，因为无能力接受。所以保罗对着教会的兄弟姊妹提醒讲：，亲爱兄弟姊妹，迄个暗昧的代志毋通去行，毋通去做，颠倒着爱责备做这个代志的人。什么是责备呢？责备是说明来甲伊指导，来甲伊纠正。为着要互伊会当成做纯正正直，所以基督徒的活命内底，伊的咱咧讲责备，真侪时阵是受气，受气了后，就甲人责骂。但是责备甲责骂也是无共款的，骂是一款情绪上的偷棒尔，伊并无针对着问题去做解决。但是责备这个字。伊是伫这个所在讲，看到我摕着手机咧过红青灯，明明着红灯，但是着敢若看到头前有路，了有红灯无看，着安尼继续行落去。这个时阵，你着甲我发了无事，我就错一个，我怎回头过来的时阵，我讲无你是咧画啥货啦？红灯啦，红灯啦，这我这责备，你知无？是为着要互你的活，互我的活命继续活落去，互我会当继续伫这会当继续做一寡代志。亲爱兄弟姊妹，说明后盖你的时阵就甲讲，牧师后盖吼，你摕手机你毋通安尼顾看手机安尼吼，干那安尼拢无咧看咯。哦，万不离咱安怎的时阵吼，你着歹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有一个新的活命，伊伫这当中。就亲像这个詹永晴这个兄弟，伊伫当中，伊家己经验过遐个代志，伊了解迄款的活命，无法度互伊的活命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伊就一世界去做见证，去甲人讲这个代志所带来的伤害。真侪人讲，我也无经过迄，我才会知影迄内底是安怎无好。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就亲像有一寡人讲食毒毋好。你敢会讲？无我来甲试看卖啊咧。我来食毒无定我食毒甲无定，听下我袂动的时阵我挡袂牢的时阵发现有害的时阵我
我才来解读，敢会安尼？敢解会起来？我解袂起来。我看新闻的时阵啊，讲一个人吼，食K他命，毋知食3个月啊，偌久了，伊就变做一个膀胱，每差不多10分钟。咱一般的人的膀胱大概会当低到500cc，500cc 到700cc，一般正常的人大概是安尼。但是迄食K他命的时阵你敢知影伊的膀胱剩偌济？剩10cc 尔，10cc 足少呢。但是所以咱有的时阵咱人甲咱讲，但是我着安怎？我着对这代志，我着知影通好惊吓，我着忙去食这物件。你讲无事无要紧啊，我食到剩400cc的时候嘛也无要紧。但是你哪会知影啥物时阵你会剩400cc啊？所以咱的活命内底，睡眠指导纠正，就是要互这个人会当安怎得到更新甲改变。咱的活命内底，咱经过的苦楚，我毋是讲咱爱去经过迄款苦楚，我是讲咱听到人既然已经安尼甲咱讲啦，咱就会通明白，并且毋是一个、2个、3个，是一款人。伊只要呢是逐工食K他命的时阵，差不多3个月，伊的膀胱就迄个啥，或者纤维化，所以就无像咱有弹性嘛。咱的膀胱是会经会开嘛，但是伊就纤维化，所以就无法度伫当中来吸入。对了，一世人拢爱包尿珠啊，对啦，谢谢。所以迄个新生命。毋是讲咱即个人会变做青灵活虎的啥，毋是。圣经伫即个所在所讲的新生命，是个心思意念会开始改变。过去的时阵是掠家己做中心，是无知，是拒绝上帝的罪恶拒绝上帝所讲的遐罪恶对着上帝所讲的罪恶，伊无听叹，伊拒绝上帝的话。但是新生命，伊是开始会听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去行去做。圣经继续伫这个所在讲，早前咱的暗暝做代，但是咱今仔日伫耶稣基督内底是光明的，所以做代志就爱亲像光明的主路。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句话有另外一个更较水的翻译，讲人若行伫光明中，伊就会显出善良、公义、甲诚实。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我若照上帝的话，行伫上帝的光明当中，我就安怎结出良善的果子、公义的果子、诚实的果子。毋是我爱安尼做，是我若遵行上帝话，伊自然就会带出来这个结果。所以这是顺序的问题。咱大声遵行上帝话，安尼咱就会显出善良、公义、甲诚实。这是活命的顺序。今仔日上帝甲咱讲，咱去疼惜人，咱就会显出良善。毋是讲我要做良善的代志。今仔日是上帝甲我讲，咱去疼惜人，安尼我就会显出良善。上帝讲，毋通去贪别人的钱财，殷勤做工课，自然咱就会有好的收成。这叫做公义。咱含人做生意，毋是干那要互，毋是干那顾咱家己趁钱，咱会晓得甲人分配疼惜。分享，安尼咱的日子就会显出公义。所以，这款的活命内底，就是甲上帝三甲同行。主耶稣基督咧甲咱讲，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句话内底咧表明的，毋是干那讲代志。要无说你今仔有记到无？我都毋是啦，我都坐火车火车都
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我就迄落我毋才安尼。拄着代志毋是安尼，咱低道的时阵，第一句爱讲的话是啥？讲歹势，我低道啊！但是咱真济时阵哦，若是低道的时阵，咱拢讲啊，无啦，今日塞车啦，今日落雨啦，今日我伫路边拄着无事就甲我拖掉咧，一直讲话你敢若，是吧？咱讲的拢是安尼，咱伫迄当中，咱较罕得会晓讲啊，歹势，我低道啊！低道的时阵，第一句爱讲的话就是啥？歹势是的，我低道啊！了后才过来讲原因，但是原因我若要讲伤济。就是讲歹势，我说的我知道啊。因为咱若讲原因，讲足济安怎，或者辩解，你听无？虽然吼，迄个原因吼可能对，但是安怎？比如讲我坐火车，就火车就路面就发生车祸，所以怎较慢到，这是事实。但是事实的进程爱大成安怎？讲歹势，我说的知道啊。来有才说明，说明一下就好啊。毋通伫咧所在讲，迄都毋知啥物人，迄廖牧师讲甲徛，迄明明就迄个啥，迄平交道就安尼弄落来，结果徛过，结果伊互火车弄着啊！你看，我才害我迟到，拢嘛是伊，若莫安尼我都袂迟到啊！你嘛牵拖所以咱的活命内底爱非常的真斟酌。圣经内底讲，即个物件叫做啥？诚实，诚实。毋是讲咱的软弱，诚实是伫咱的活命内底掠上帝事做事。上帝安怎讲，我就安怎行，我就安尼做，安尼或者真正的诚实。当咱伫遮个代志，若是人伫拒绝上帝的事上受责备的时阵，伊就会互光显明出来。一切会当显明的，就是光。咱住伫活命内底。信主了后，咱是住伫光内底，毋那敢若是安尼，咱更较会成做光，这是介重要一样代志。咱知影耶稣是光，但是咱是毋是有反照出来耶稣基督的光？这也是咱三甲做伙咧学习的画面。因为光毋是敢若带来改变，伊往来互黑暗提去。咱的画面内底。亲像学生，伊听见爱做一个诚实的人，安尼伊考试，伊就袂去偷看别人的。即款伫生活内底表达伊的纯正，人就对着伊的心上看到真正的光。伊的分数可能考了有较歹。但是伊即个人会实在，光也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照明出来，伊会带来改变，互黑暗提去。黑暗会吞噬，要伫迄个所在拒绝光。一般来讲，咱若是电火点起来，咱的黑暗就会走去。但是真奇妙一样代志，约翰福音讲啥？讲光照伫黑暗内底，但是安怎？黑暗却接受光，所以迄个黑暗甲光的黑暗都会无相像。基督徒活伫即个世代内底，也有一款真大的可能，就是你所行所做，但是别人无一定会欣赏你，甚至会用其他的话来伫迄个所在甲你堵信耶稣罔信就好，莫信了走火入魔。我甲你讲啊，你今仔日若无你起厝的时阵，人嘛拢用迄条一支遐大支，对。你着带一寡桶带一寡玻璃拢，人逐个嘛安尼做，你听无？逐个嘛安尼做。无你起遐济犯厝，你想讲安尼，厝会倒去，较有要紧。钱就摕掉。你看讲佫有另外一寡物件，今仔日的时代内底，无论是政府部门，无论是民间的生活内底，你看一个工程，伊
对政府包的这个工程，但是这间公司去包工程的时阵，伊有公司名，但是伊无员工。了的时阵，佫爱有人来甲伊包，所以伊就敢若设一个公司的名，了这当中才师傅啥货来包伊的工程，包去对政府包100万，伊了后包互这个人爱毋若100万，可能爱120万，但是伊伫当中佫包，一个包一直包出来的时阵，包到落尾。上落尾遐人要用啥来赚？无要紧啊！人迄逐个嘛拢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到伫落尾，咱的品质就会愈来愈歹。我最近的时阵发现另外一个代志，这是我感觉嘛是真奇怪的代志啦。今仔日我昨看一个报告啦迄个报告是，咱即马毋是行人优先对啊？行人优先，所以你开车也是骑倒摆，若是有人对迄斑马线安尼行过的时阵你着爱让伊大声行。但是即马有真侪迄检举魔人足够共检举的迄款呢，咱看到的时阵伊着对后壁甲你翕相，翕相的时着爱罚钱。你敢知影对着？今年年初到即马11月今日11月12所以初二歹势是咧，所以安尼有认真听多谢，所以伊着统计到即个10月底无9月底，统计到9月底着，对着年初正月初到咱9月底，今年的9月底。你敢知影就是安尼敢若罚这项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罚这项安尼台湾拢总罚偌济钱啊？2.8亿，安尼有好赚无？我拢感觉佫有一个，我佫甲你讲，佫有一个或者啥物代志呢？就是迄个即马无有迄个啥物货啊？迄个。科技执法，照相了真侪人讲伊即马拢无爱去花莲、去台北、去花莲、台东佚佗，是安怎？测速照相机上过侪机啊！所以就无爱去，无伫迄所在伫安那，就足容易就翕到迄相。咱看就是即款的情景我慢慢才了解讲科技执法即个物件甲迄落设即个超速的即款代志中央政府敢若摕到1%了地方政府改成摕到24%，安尼毋才25%，出来就是75%改成是即个啥设立的单位，所以真侪政府因着安怎，地方政府着安尼设足侪。当然，咱爱守规矩啦。但是有的时阵，迄款路明明足大条，了后伊佫甲你讲就是因为伤大条大家人拢骑介紧所以一条路4线道的甲你设60公里一段路呢大段的路无人伫个所在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要安怎样去思考这个代志。咱伫活命内底，毋是讲别人安怎做，咱就安怎做。更重要是，咱的内心若是对活命有尊重，咱才有法度改变即个代志。若甲无，就是咱搁设100支的即个测速翕相机，共款咱的心也袂改变。所以，我的意思毋是咧批评政府，我的意思是讲，伫咱的活命内底，要除去真正的黑暗这项代志，咱是对着咱的心内底做出改变。
这款就是咱心内底有上帝，心内有神，眼中才会有人啊。独到咱真正对着上帝所赏赐的画面有一份的敬重，安尼咱才会晓真正去对待徛伫咱面前的这个人。所以，咱毋是伫迄个所在批评，乃是用光来显明。亲像光若照入房间，鹰野自然都会互看见。你捌看过吼？迄厝古早的时候吼，也是即马有的时阵嘛是安尼。你房间若较黑暗咧，了吼，迄光吼对安尼窗仔外射入来时阵，你就看到吼，迄看到吼，咱安尼无光的时阵吼，迄特别吼，敢若一条光线咧，毋是安尼规个拢照光的时阵，敢若一条光线照入来时阵，你看迄条光线内底，你就会看到迄啥，规个拢鹰野灰尘啦吼。所以，咱的画面就是爱安尼，爱互耶稣基督的光照入来咱内面，咱才爱用上帝话的光来照咱的画面。所以是安怎爱殷勤读圣经。我昨的时阵看到圣安圣教会圣凡节，咱伫现主时咧开拓咱开拓的这个圣教会圣安圣教会，因遮兄弟姊妹咱进前毋是草马太福音。草了嘛9月份的时阵，10月份9月份草了的时阵圣安圣教会兄弟姊妹继续咧草呢，即马咧草马可福音，所以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祝福。亲爱兄弟姊妹，殷勤读上帝的话，抄圣经了我阁特别甲因讲毋好干那抄圣经抄了就好，抄圣经了爱安怎？爱写心得，其实上介重要是写心得。你抄圣经抄了，若无就是到尾就是啥，变做写功课写了安尼啦。但是若是有写一个心得咱就会去思考迄个经文内底的意思，迄对咱的帮助会搁较大。因为通过上帝的话语来比评来量咱的生活是无正直。即款咱的画面就会得到一个改变甲更新，才会知影咱伫啥物所在毋对去，咱就会对迄个所在来改变。这就是一款智慧的人。圣经讲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毋是伊足聪明。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智慧的人，伊会疼惜时间，因为今仔日的时代邪恶。啥物是今仔日的时代邪恶呢？这个邪恶内底是讲到伊充满劳苦，但是若对着这当中来讲的时阵有几样代志。伊伫这个所在讲伊带来因辛苦、烦扰甲危险，特别是指着对着基督徒的信心，对着以及对着上帝坚定信心的瓦壳，充满危害的时代。即摆的时代内底，愈侪人愈来愈感觉，因来礼拜堂的时阵，因咧想，这个礼拜堂的节目好无？唱歌好无？灯光设计好无？最近美国有一个牧师，我袂记伊啥物名，歹势。伊讲一样代志，伊讲设施若是甲礼拜堂的灯光，设施若是甲礼拜堂的 PPT 电脑拢刷走，咱敢也有法度恢复上界单纯的礼拜？即互我听一个我做牧师的，我听一个嘛是讲，我敢也有法度安尼。当礼拜堂所有的灯光设计拢总无去。电脑嘛无去，咱敢也有法度用上单纯的心来做礼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的意思是讲，迄个单纯的心一定爱存在。安尼，咱才有法度伫
伫一个真水的设计内面，咱进入到甲上帝。圣经咧讲的时阵讲，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迄个礼拜敬拜上帝的人，爱用心灵甲诚实，用灵伫真理内底敬拜。所以，咱怎样和上帝相通？听小公音，伫这当中，毋通做一个糊涂的人。咱来读这段圣经，预备请爱听小公音，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毋通做糊涂人。爱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毋通酒醉，酒会互人放荡，乃是爱受圣灵充满。就要用诗章、上词、灵歌彼此对讲，靠唱心和来学了主。咱来通看这段经文哦，咱留下来做一个整理。有几项的一个对比。伊的翻译内底讲，毋通活伫邪恶当中，爱听小公音；了毋通做糊涂人，爱明白主的旨意。毋通酒醉，酒会互人放荡，就爱受圣灵充满，用诗章、上词、灵歌彼此对讲，靠唱心和来学了主。咱会通看见伫倒边这部分是讲毋通，伫正边这部分是安怎爱？你着爱安怎样啊？所以安尼来看的时阵，过去倒边面这边面无活伫邪恶当中，这是过去咱可能会生活。活伫邪恶当中，就是咱用上帝话互相攻击批评。做糊涂人，就是毋知影咱即马现处时的时机是怎样。咱检采会伫娱乐当中迷失家己，但是圣经讲爱疼惜时间。时间毋是金钱尔，时间会变做金钱，是咱用时间，用咱的时间去换金钱。咱有诶，你看讲吼，咱若是咧即个啥打工，做线工诶时阵，咱去7可能1点钟就加200块，安尼咱就是用1点钟诶时间去换200块银。但是时间是啥？时间其实是生命。我若是会当活到80岁，我每活1点钟，我就是减1点钟。所以我迄1点钟200块，安尼就是啥？我的生命1点钟，敢若200块尔。但是我若阁继续敢若伫迄个所，一直敢若飞手机啊，我的生命嘛是共款1点钟200块尔。但是你若是开始有技术、有能力，你会当做一寡互上帝欢喜的代志，你的活命就会产生更较大的价值。所以爱疼惜生命，爱投资家己。任何代志拢毋是因为我有迄当中，我是大成做，我就会得到迄个结果。即马有一款另外，我阁甲你讲一个这心灵毒鸡汤的物件，心灵的毒鸡汤内底有一款讲，即马有一寡少年人，因的想法是安尼。你若要对，因为少年人的想法是讲吼，就是什么讲，爱我做偌济工课，你就互我偌济钱。安尼即马就是讲吼，所以伊即马来应征嘛，了已经讲好啊，一工的薪水是7000块，了后伊伫当中讲，吓，伊就家己讲1000块尔，安尼我1000块我就是做这工课尔。你若爱我搁做互伊搁较济、搁较认真咧，你摕钱来讲，即个话听起来敢毋是足正确的，对。但是管理大师伊讲一个代志，讲像即个人其实伊对公司、对人类绝对袂产生啥物款好的贡献，因为伊的想法内底就是对价，我即个物件互你，你互我即个物件。但是伊袂记这样代志，其实咱的活命是啥？大成做，人才看会到嘛。所以通常即个人，伊就是安尼做。我就是一日做1000块的代志，因为你互我1000块尔，
所以我袂做较济啊，我无需要做较济啊。但是伊错失一款的想法，咱三四个人同齐做工课，但是你特别，阮三个人拢一个人做1000块的工课尔。了后呢，总是呢，你做差不多1100块的工课，虽然做件趁较济，当然啊，做时间呢趁较少，但是其实做工的有的时阵你会当亲像做件的速度嘛。你听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做工的，但是你像做件安尼，你认真做，安尼我来讲啥？你是遐戆要死哦！头家趁钱袂分你啊啦，你是安怎着爱安尼吼？你做工的，你着免遐认真，你一工拖过，你着领1000块，这个话听起来是毋是足好，足有头壳，对无？但是实际上，伊欠缺一项思考。到伫路尾，你升组长、升科长、升经理的时阵，会升啥？敢会升一工？我就是做1000块的，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一个邪恶的世代内底，毋是做歹代志，是安怎？是伊已经将着人的价值甲机械当作共款尔。伊无去思考，伊无有能力加倍去认捌上帝。伊就是敢若讲，我感觉安尼就好啊。亲爱兄弟姊妹，即款的话毋是出自上帝来，上帝爱咱进步，爱咱更新，但是上帝毋是苦待咱，毋是虐待咱，是咱殷勤认真去做一个工课，咱家做互伊水，做互伊好，毋是敢若伫迄个所在刣时间。反正时间过就好，真侪时阵，咱真认真做工课，到伫落尾的时阵，咱车花宴乐。咱今仔日做8点钟的工课，了后我车花宴乐9点钟，剩的时间来困。亲爱兄弟姊妹，到伫落尾一世人无啥物款的成果。这个想法愈来愈伫咱的社会弥漫。感觉将来无远望，感觉将来无好势，感觉反正我安尼过就好。即款的刣时间的生活方式，是咧泯灭咱人生的阳光，是要消灭咱甲上帝内面美好的关系。因为伊敢若看到今生的日子呢。咱拢知影这样代志。我今仔日若是拍拼，我就是咧期待安怎将来有好的生活。我阁甲你讲一个代志啊，就亲像即马有真济哈，即马心灵毒鸡汤愈来愈济。因为我吃得苦中苦，你就怎样？你就有吃不完的苦，你就吃更多的苦。你后阁甲你讲一个代志啊，我一直刚阁听着一句话，讲啥？讲一个少女不是每天18岁，但是每天都有18岁的少女。你听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款就是渣男在说的话啦。所以你的活命内底，咱爱斟酌这个世代的邪恶内底，伊唔是甲你讲绝对对甲唔对的代志，伊是用迄个听起来哪对，但是实际上唔对的物件，你一步一步甲咱刷离开上帝的道路。所以咱读的物件，咱做的代志，到底是跟对这个世界咧行，还是照上帝的心意咧行？圣经对着咱提醒，爱的孝弟彼此对讲，靠像心河来学了主，这是建立一款性格的活命连结。但一个时阵，咱可能会去啉咖啡。伫咧啉咖啡的时阵，兄弟姊妹炸咖啡来，伫当中有代志有困难，咱彼此分享祈祷，了解人。另外一个形式是啥物货呢？即卖有个人拢讲牧师啊，我有啥物代志，啥物代志拜托你帮我祈祷。我伫咧时候，我渐渐拢开始学习，来，咱即卖就来祈祷。你唔通干那讲牧师替你祈祷，来，咱即卖就做伙来祈祷，你家己嘛就祈祷。亲爱兄弟姊妹，
我是安怎安尼讲咧？因为我真烦恼吼，甲你讲好，我会替你祈祷，但结果安怎？我甲你袂记的。安尼我就是安怎白贼，无讲实在话。所以安怎？我加在我即马甲你做伙祈祷啊！安尼我安怎？我有诚实，啊，我若有想到时，我阁为你祈祷，安尼就是我对你有疼心。所以咱建立一个圣洁的连结来服侍彼此，这就是上帝欢喜。佮再来，咱爱伫生活当中会晓分辨啥物代志是重要的，啥物代志是紧急的。伫路边看到一个人去互车撞到啊，牧师啊，我要来做咧啊，歹歹势啊！你伫车互撞到，你互车撞到好，无要紧等下人下人去甲你斗相共。啊，那我即摆要来做礼拜，毋对。你要先敲电话知无？敲110，竟然某啥物所在有迄落吼咧安怎样啊？啊，你若要甲伊斗相共的时候，上好你往来家己录影一下，免得迄个人讲吼，是你甲我弄的啊！我车伫遮啊，我即摆要甲伊斗相共，我是甲伊止血尔，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伫即个真正当中无用的时阵，咱分别啥物是重要的代志，啥物是紧急的代志。救人的性命是上帝爱咱去做的。我今仔日有紧急的代志，我即马可能我做牧师，了我拄到一个啥物重大的代志，可能伫路边看到车祸，我就毋过毋对啊，我即马要讲道啊，我要安怎做？我大声敲电话，了我若也是敲电话来教会，也是敲电话去迄个。110还是119，反正就是紧叫人来救人就对啊，了去甲伊处理一下，还是伫这个时阵，我去找边仔人，啥物安怎样啊？我甲伊讲，甲伊指挥咧，甲伊做。但是这个代志内底爱大声看伊的重要性，甲伊的紧急性。咱定定去做分辨的代志。检菜我无一定会当马上甲伊用，我可能去厝边头尾再。店家的所在，安怎样甲伊斗相共，甲伊照顾。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爱要分别用上帝的眼光来判断代志。若甲无，咱就会亲像好撒玛利亚人迄个故事有无？祭司行过，利未人行过，但是到落尾，啥物人来甲伊救？迄个甲因无往来的撒玛利亚人来解救，但愿咱会通明白，伫无用当中分别啥物是重要的代志，啥物是紧急的代志。听小公音，另外一个意义是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有两种，一种是伫上帝的时间内底，我赶紧把握；一种是我今仔日会当为上帝做代志，我赶紧做。这两种，1871年的时阵，10月7日，这个人叫做穆迪，是一个真有名、伫当代非常有名望的牧师。了后伫迄一天的时阵伊伫遐呢伫这个芝加哥，伫美国芝加哥这个所在伊伫遐呢来讲道。了后，伊讲道的题目是彼得多对耶稣基督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伊对着犹太人讲：安尼，迄个称作基督耶稣，我要安怎样甲伊办理呢？这是犹太人伫迄个所在要甲耶稣定十字架。了后，彼得多伫迄个所在讲：安尼，恁爱我偷放一个人，互恁是要偷放巴拿巴迄个太人放火，还是要偷放这个基督？到尾因讲因就要爱巴拿巴，迄个太人放火，你甲伊偷放。了彼得多就对百姓问一个问题：安尼，迄个称作基督耶稣，我应该安怎甲伊办？迄个题目是安尼。了后时阵，穆迪就伫迄一天永暗讲道，讲了非常的好。总是呢，伊想讲，因为伊连续有几工的报道，结果时阵迄一天伊就伫个所在报道的时阵，伊就无好调。无好调了后，伊就怎甲伊囥咧？伊想讲连续到上落尾工的时阵制造一个上界悬的高调，了后再来好调人来信主。
但是伫迄阵个时阵哦，伊发生了伫迄个所在发生了大火。对着10月初8礼拜日，一直到10月10礼拜日，连续烧2天。这场大火造成了10万个百姓无家可归，300个人互火烧死，是19世纪内底上界大个火灾灾难之一。穆迪迪一届烧无死，了伊讲一句话：对打以后，我会把握每一个时间，因为人无一定有明仔载的机会。亲爱兄弟姊妹，白白的恩典若无接受，机会过去就无再来。咱今日认捌主，咱今日传扬主。上面是我若无接受主，我就无机会，我就无时间啊。上面是我若无赶紧传福音，别人就无机会听到福音。我嘛无尽到我的责任。咱的确爱伫这事上三甲做伙来努力，凡事感谢上帝，爱定定感谢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时间，用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也用着感恩的心彼此相疼惜，彼此来照顾。咱的时间无济。人生的时间无介济，莫用时间伫遐来冤家。三听都袂赴啊，佮用时间伫遐冤家，佮了才佮伫遐来修复。所以伫暗昧的时代当中，领受基督的真光来照明；伫邪恶的时代内面，坚固倚靠上帝的话语。咱的春落的年日真短，毋好甲伊讨做掉伊。殷勤疼惜身边的人，赶紧传福音。圣诞节伫要到啊，求主帮助咱，互圣诞节是诚侪咱活命真理的祝福，也是互咱去保养基督救赎恩典的日子。对今仔日开始，求上帝赏赐互你一个人。亲像今日上路尾唱一首诗歌，超找灵魂失丧的人，甲因带倒转来上帝的救恩内底。迄才是咱人生上界大、上界迫切的愿望。咱的年日拢会过去，要珍惜现此时咱存落的生命。备办家己迎见咱的主，所以疼惜时间，互咱行上帝所喜爱的代志，咱就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智慧人，有属灵智慧的人。三甲码头来祈祷，主你保守帮助阮，引带阮伫这个世代。互阮用柔和的言语、真实的疼心、诚实的款待，用安尼来显出上帝国真理的光。虽然人无一定会接受光，但是发出光来是阮活命应该有真实的实在。所以愿你继续保守帮助阮。互阮伫这个世代，照你的心意向前行，把握机会，发出光来，把握机会，倚靠主你的名，互阮进入你的救恩，诚侪你的百姓，活出你的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即是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我的心只有你，
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予你，用全心学乐你，也向笑敬拜你，深深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近你。充满我，管我，予我灵的满足。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较无你，我全人献予你，用全心学乐你，也向笑敬拜你，深深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较无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予我灵的满盈。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愿全能的上帝亲自接纳你所有一切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服侍的奉献、疼心的奉献、对着人关怀的奉献，互你手中所做的一切，拢得到主的纪念。各愿你的心、心灵得蒙主的保守，直到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通指责。迄一位调你的主，本是信实的上帝，伊的确成就这个代志。愿耶和华赐福予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予你；愿耶和华向你亚面，赐你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第2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